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大阪利用 AI 创造一只狗仔造型角色，伫咧网络陪时代开讲，而且伊讲话是学当地关西口音，互时代感觉较亲切。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最近是完成全球第2例把低心换互人体用的手术，目前患者状况也阁袂歹。英国《泰》报道，英国一个警察出任务开枪打死人，去防指控谋杀。伦敦市有900警察认为讲，安尼互因执法的时阵真歹准则，所以讲出去毋得唔愿诈枪。这是互当地人真烦恼讲，警方无法度应付临时的状况。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社会国家年日7月正式了后，法国即阵是宣布召回驻年日的大赛，当地驻军年底之前嘛全部撤走，结束双方的军事合作。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编剧甲好莱坞的制片公司总算是达成初步协议，编剧工会5个月罢工行动总算暂时煞过。来看一则惊人的消息，美国佛州有民众行路出门，竟然是伫咧运河内底看到一只4公尺长的蛞蝓，嘴里搁甲半截人的身躯。警方封锁现场，已经甲迄只蛞蝓杀死，确认死者是一个附近有路无厝的女性。案发的地点就伫佛州皮内纳斯郡这个桥边，看到人表示，迄时阵伊要行路去面试，参考到运河内底一只蛞蝓，加针对伊半身。It lifted up out of the water with the body, like it was just clamped onto it, and it swam backwards under to the bottom canal underneath. It went on the other side. 这民众讲，伊本来就是蛞蝓间是人体模型，后来发现是真实人，马上走去报警。警方赶到了后，马上封锁案发路段，用人道方式扑杀这只4公尺过17公分长的大蛞蝓，佮将蛞蝓绑起来用卡车载走，率去派人闯入运河内底，找到这查某人的遗骸，发现伊是住伫附近营地41岁女游民。咧亲自调查伊的死因，死者查某囝伫面册表示，伊妈妈可能是伫暗时出入溪流边的营地，才互蛞蝓攻击。发生这代志，当地居民拢心惊惊。It's crazy. My kids walk by there all the time, so it's really scary. Like I said, I've seen them 4 or 5 feet gators, but nothing that big. 有居民表示，后摆要骑脚踏车、坐公车出门，唔敢搁行路经过这个桥边路。公司新闻将回面朋友。美国政府的债务是又搁要逼啊！若是新年度预算案无过，恐惊政府是10月初一就要关门。是除了影响英国内政府的运作甲经济，答应要互乌克兰的援助，可能嘛受到影响。美国国会今年6月才通过机制上限法案，互政府免受债务违约的风险。不过，即马阁面临同款的困境，因为美国这个财政年度要伫9月30结束，明年预算案煞要卡伫国会。那国会两党10月初以进前无法度达成协议通过预算案，拜登政府会面临关门危机。Government shutdown could impact everything from food safety to cancer research to Head Start programs for children. Funding the government is one of those basic 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 And it's time for the Republicans to start doing the job America elected them to do. 拜登之前少数共和党几乎派团体背弃承诺，想要互政府袂顶袂当。目前有11项是政府提供资金的拨款法案，一旦国会通过，暗过为降低政府红字共和党中的保守派议员主张搁一摆砍支出，包含3度240亿美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为整合共和党内无共款的意见，将议长麦卡锡合合莫里修。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people. I just believe if you're not funding the troops and you're not funding the border, it's pretty difficult to think that you're going to win in a shutdown. 美国政府过去有真侪摆关门记录，最近一摆是伫2018年12月2日，迄时阵川普拒绝签署无包含美国边境起枪位支出法案。致使政府关门一直到2019年1月25才开放。专家评估，这摆关门几率差不多是50%。若政府关门，不止数百万联邦政府员工会被迫放无薪假，也对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亚塞拜然攻击纳卡地区，伊的土地虽然是伫因境内，不过大部分拢是隔壁国的亚美尼亚人。
起冲突了后，当地头一批千外人的难民将离开家园去亚美尼亚，因为因两国几多年前一战冲突是罗西亚斗桥的，这回罗西亚是无要斗处理啊。所以讲亚美尼亚的总理就放调，要改变外交路线，无爱去挖靠罗西亚。亚塞拜然军队顶礼拜以反恐怖做理由，对南高加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村庄发动24小时的攻击行动，造成至少200个亚美尼亚的居民、60个亚塞拜然士兵，也甲5个俄罗斯维和部队士兵死亡。亚美尼亚的分离主义武装部队宣布停战求和，头一批1050个难民24下过边界进入亚美尼亚村庄的科尔尼佐尔。Mən kələ sortu kank, as mən orta pati Türkən kamel Azərbaycana pasport və kalın. Mən kələ Azərbaycana pasport və kalıqçı. 经历炮火摧残，加一家伙仔大细会当炸走的物件，全部潜入去2台厢仔车，倒去亚美尼亚的69岁老大人，甲媒体讲，全村500个人，敢若40人到处死亡。Последний была, мы еле-еле живы остались, да. Вот такие дела были. Страшно были. Там было и бомбежки, и всякие, не только в постах, а на селах, на всех сторонах. У нас есть там трупы. 侵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控制权了后，亚塞拜然当局表示，希望当地12万居民会当伫社会站起，会甲因当作平等的公民对待。不过亚美尼亚当局是警告因可能去拄到种族清洗。分离主义武装部队的顾问甲路透社记者表示，99.9%的人拢想要离开。亚美尼亚也答应会免费提供住宿。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24伫全国电视演讲中讲，对俄罗斯拒绝介入冲突表达强烈的不满，讲做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公约组织 CSTO 军事加政治合作无效果，而且机能不全，应该爱改变长久以来挖靠俄罗斯的外交路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是伫联合国大会表示，双亚已经无战乱啊，应该建立和平的时阵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甲菲律宾是又搁起冲突，这回是伫咧南海黄岩岛附近。菲律宾就指控中国是诱漂啊，主动引起掠鱼。渔民嘛讲，只要因挖近，中国的海警就去赶人，影响到因探食。我新社镜头翕到中国海警单位伫南海黄岩岛附近的争议海域，局部设置漂浮障碍物，让菲律宾的渔民无法度入去遐掠鱼。菲律宾的海华防卫队表示，伫你的例行巡逻期间，伫这个海域发现漂浮障碍物，估计长有到300公尺。Ang rubber po nila, putulin. Minsan ay babantiyan namin ng bangka. Hindi namin paputol kasi yung pundo namin hindi na namin makuha eh. Putulin nila eh. Mga sadyong po, mga kinukuha po nila, mga laman dagat lang talaga. Katulad ng mga palos, bago mga taklobo, yung mga pawikan. 菲律宾渔民也讲，只要想要去这个所在掠鱼，就会和中国海警赶。甚至有渔民的渔船不互因冲浪，严重剥夺渔民掠鱼的权利，也个影响因的生活。菲律宾政府顶礼拜发影片，指控中国伫南海地区大规模破坏环境，造成大量的珊瑚礁白化。因为中国是颠倒要求菲律宾赶紧拖走林奈达非法扩大的军舰。不要利用虚构的信息编排政治闹剧。如果菲方真的关心南海的生态环境，就应当尽快拖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停止向海洋排放污水，防止持续生锈的军舰对海洋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其实，这边发生漂浮障碍物争议的黄岩岛，是伫菲律宾鲁松岛西平240公里，离中国海南岛有900公里。根据1982年决议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世界各国对的海划200海里，差不多370公里内自然资源有管辖权。不过中国是讲，对规个南海拢有主权，并且伫2012年对菲律宾的手内夺走黄岩岛的控制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若是逐工倒咧面床顶耍手机啊，一定方面讲有够难死，有够变大骨。不过，伫咧蒙特内哥罗，即阵是有一场难死比赛，这岛上久的参赛者会当摕到3万4代票奖金。根据比赛规定，只要你是倒咧，你要创啥拢会使。
若是坐咧，也是半梯倒，你就会随凹倒。上便所的问题，主办单位是每8点钟会互参赛者起来10分钟。目前这场比赛是已经超过800点钟啊，代表这个参赛者已经倒过外过啊。上尾还阁有4个人在拼输赢。倒咧买手机啊，忝嘛就困，只要安尼就有机会甲1000块的欧元，差不多代表3万4的奖金摸转去。这是巴尼干半岛的国家蒙特内哥罗举办的办大人比赛。比赛的规则，参赛者每8点钟会当起来10分钟。倒来的时阵会当看册、买手机啊，或者是耍电脑，毋过就是袂当徛起来，连体力嘛袂使。若违规者会随行取消比赛资格。Ponosna sam na sebe što je ovo izdržavam. Lijepo mi je, ponosna sam što je moja porodica toliko uz mene, što je moj suprug ipak mjesec dana uz djecu, bez... Znači, apsolutno samo kaže, ženo, na godišnjem odmoru si lezi i uživaj. 这场办大人比赛办到它已经有12年的历史，因为英国外国人称赞甲蒙特内哥罗经体，讲因遐的人真办单。为着要拍破刻板的印象，因规气家己办这个真趣味的比赛。今年的比赛是特别竞争，除了参赛者是有史以来上侪一届，已经为原本21个参赛者淘汰到今，敢若剩4个人。比赛到今嘛已经超过1个月啊，现此时也无法度分出输赢。Pa dolazili su i brat i roditelji, bukvalno me molili da ćemo ti 1000 eura i roditelji i brat. Ali ne, ja sam rekla nema šanse, ostajem do kraja i to je to. 现在另外一场比赛伫咧德国柏林举行，29岁伊索比亚的选手阿塞法以2点钟11分53秒的成绩，摕到马拉松女子组的冠军，伊拍破女子世界纪录。甲真正的世界纪录来比，伊要较紧2分钟。现在伊的成绩，甲女子组第2名昆阿的选手切普科鲁伊来比，是领先5分56秒，而且嘛比第3名坦桑尼亚的选手小李较紧6分48秒。现在男子组的部分，肯亚籍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人吉普科吉以2点钟2分42秒的成绩冲过终点线，这是个人第5届摕到柏林马拉松男子冠军，拍破伊索比亚体育的选手吉布塞拉斯4届冠军的纪录。公司新闻新北编译。美国太空总署 NASA 2016年发射小行星探测器欧塞瑞斯号，将是成功将250公克的小行星基本送回来地球，是目前采用到上界重的基本。小行星探测器欧塞瑞斯号发射太空舱出现在荧幕顶端，犹他州军事基地美国太空总署地面控制人员马上还价拍破。2016年发射成功的欧塞瑞斯号，2010年伫秘鲁小行星采集样本，于是欧塞瑞斯号为10万公里的悬空发射太空舱将样本送到地球。太空舱首先通过段气站当中，结束下降所形成的关分，在降落地表进行因为伽马色的降落线开的位置比预期关度加4倍，互地面的控制中心正紧张。经过4点钟了后，总算顺利到犹他州军事基地训练区。NASA 人员将太空舱送去附近的实验室，在确保无受污染的密闭环境之下检验样本。And I'll also just say what you saw executed today, that precision, everything going just almost perfectly to plan. 欧塞瑞斯号伫2018年飞到秘鲁小行星，透过自己真空机器收集地表的土沙甲石头，总重量差不多是250公克，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了后所收集上大量样本。日本准鸟2号太空船伫2010年送回来小行星两样样本只有5.4公克。科学家真欢喜表示，秘鲁伫45亿年前形成，也是太阳系形成之初。欧塞瑞斯号采集的样本对解开星系甲地球生命器官的奥秘有帮助。I was there when it was assembled and when it was installed on the spacecraft. I was there when it was nothing but a PowerPoint on a slide in a proposal that we were submitting to NASA with this dream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ing back samples from Bennu. So it was amazing and emotional. 在成功送回太空舱进前，欧塞瑞斯号已经在宇宙轨道航行7年外，距离总共有62亿公里。将样本伫1个送去 NASA 伫德州休斯顿专门抗月球研究的新实验室进行研究。欧塞瑞斯号也要继续去下一探测任务，按2029年到目标小行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荷兰埃塞埃新加天文馆已经是有250年的历史，是全世界上老的天文馆之一。即阵是有机会列入世界遗产。
荷兰业余天文学家艾塞艾辛加伫1774年到1781年伫家己厝内客厅建造一个天文馆，伊是世界上上古老的天文馆，馆内有一个太阳系机，甲即马悠远的运作。Everything that is shown in the planetarium is constantly moving. He has built a huge gear mechanism over the ceiling, driven by a small clock, and that makes that everything here is constantly moving. People will never see it because it's moving in real time, so that's very slow. The slowest object takes 29.5 years for one round through the room. 艾塞艾辛加皇家天文馆已经被提名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并在9月底进行通过审批甲批准，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中。It would be great to have it recognized, and we want it to be recogniz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ast 242 years, it has already been recognized by people, by all these people visiting.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over all these years have already visited his hous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s also a recognition of his achievement and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lanetarium. 解说员表示，皇家天文馆建立的迄一年有4粒行星甲月亮相连。艾辛加为反驳迄时阵行星会相连讲法，才建立天文馆。天文馆也正是18世纪启蒙时代想法，甲予天文教育更较普遍的亲民做法。公视新闻新竹汇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